我叫 Tiffany，係手球同沙灘手球運動員。由中學到大學，手球教識我兩樣嘢：精準同埋團隊。之後我入咗香港理工大學讀物業管理學系。嗰陣時我以為自己將來會做物業經理，同人哋傾租約、搞維修。但係喺一次實地嘅考察，改變咗我嘅諗法。嗰一次實習，管理處接到投訴，話上層漏水，但下層唔知條喉喺邊。跟住管理員就攞住30年前嘅圖則，上面得幾條線，完全對唔到。嗰刻我就心諗，如果當初起嗰陣，所有資料都記錄低，咁今日就唔使靠估。就喺嗰一刻，我見到建築信息模擬呢6個字。原來有一種技術係可以將成棟樓嘅所有資料、結構、喉管、電線放喺同一個模型入邊。但係學校冇教到關於 BIM，於是我決定自學。好多晚我畫到凌晨3點，個模型都係錯。但係手球教識我，冇人一出世就識得入波。之後嘅每一晚，我都同自己比賽。終於我畫出第一個屬於自己嘅 BIM 模型。今日我係一個 BIM 協調員。但係 BIM 唔係淨係留喺電腦入邊，我拎住 iPad 喺地盤即時對比模型同現場，每一條柱、每一條陣都要準確。呢個係 MIC 組裝合成建築法，所有模組喺工廠預先做好，運到地盤直接吊裝。你睇下，電線、插座，甚至係牆紙，都喺工廠做好晒，地盤只需要砌積木。而家嘅 BIM 仲可以連接 IoT 感應器，建築物識自己講嘢，話俾我哋知道邊度需要維修。未來嘅城市，每一棟都係一個智慧生命體。由物業管理嗰一日嘅一個疑問，到今日親手參與建造未來，呢個感覺好奇妙。我成日都喺度諗，未來嘅 BIM 到底會變成點？我諗 AI 會幫手做重複嘅工作，BIM 會成為碳中和嘅關鍵。每一噸鋼、每一塊磚，碳排放都無所遁形。佢唔止係一種技術，仲係一種新嘅視覺，令我睇到建築背後嘅秩序同埋可能性。如果你問我點解由手球、物管走到嚟 BIM，我會話跟住自己嘅好奇同行。嗰啲你以為冇關嘅經歷，最後都會連結成為你獨有嘅路。由球場到電腦面前，由物管到 BIM，我嘅人生好似一場接一場嘅比賽。每一場比賽都係為咗下一場做準備，每一次轉變都為咗揾到真正嘅自己。如果有人問我後唔後悔由物管轉做嚟 BIM，我會話我好慶幸跟住自己嘅好奇行落去。終極嘅願景係數位民生，一個同現實世界同步嘅虛擬香港。講真，我唔知呢啲幾時會實現，但我知道我呢一代會係參與實現嘅人。